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：我未將你造在腹中，我已曉得你；你未出母胎，我已分別你為聖。我已派你作列國的先知。我就說：主耶和華哦，我不知怎樣說，因為我是年幼的。耶和華對我說：你不要說我是年幼的，因為我差遣你到誰那裏去，你都要去。我吩咐你說什麼話，你都要說。你不要懼怕他們，因為我與你同在。